你睇過李連杰最近嘅相嗎？好難相信嗰個曾經橫掃華語影壇、身手敏捷嘅功夫皇帝，而家60出頭，卻已經彎腰脫眉，雙眼突出，滿頭白髮，睇落似一位80歲嘅老人家。如果冇人話你知，你根本唔會相信眼前呢位老人就係李連杰。佢重病纏身嘅傳聞更加不時登上各大搜尋引擎榜首。其實早喺李連杰啱啱出道嘅時候，就有一位高人算準咗佢呢一世嘅結局。呢位高人係一位來自貴州山村嘅趙阿姨。呢個人目不識丁，卻開咗天眼。據話可以睇清一個人嘅前世今生，亦都曾經親手幫李連杰脫離死亡危機。趙阿姨早喺李連杰25歲嘅時候，就一語道破李連杰一生嘅福禍。佢話：你呢一世嘅財富我見到，你嘅婚姻我見到，但有一樣嘢係你自己種落，我攔唔住。當時佢唔諗過呢幾句說話，日後會成為李連杰呢一世最沉重嘅預言。呢位趙阿姨到底喺李連杰嘅命盤入面窺探咗啲咩天機？李連杰到底種落咗咩業？點解佢注定一生無子？佢究竟做錯咗咩？令一代功夫巨星到而家仍然被無數人指責。今日我哋就用易經嘅角度睇清楚李連杰呢個人嘅一生，究竟講明咗咩因果？當年少林寺上映之後，李連杰紅咗，但生活喺嗰個年代嘅中國大陸，你紅唔等於你自由。國家將李連杰困喺體制入面，佢銀幕上面係英雄，落咗片場，片酬仍然係每日3蚊人民幣。佢望住香港嘅同行一連拍4-5部戲，隨便一個臨時演員都有幾萬港紙落袋。成龍嗰個年代，一部戲已經攞800萬。李連杰呢，人氣再旺都係每日3蚊人民幣，人工從來冇加過。但拍戲受嘅傷佢從來唔少，跳河、撻親、真刀真槍，成身嘅傷數都數唔晒。呢啲傷佢捱得過去，真正捱唔過去嘅係嗰種被困住、被剝奪嘅感覺。然而禍不單行，喺1988年，李連杰拍新電影《中華英雄》，拍攝期間劈斷鼻樑，仍然咬實牙拍完每一個鏡頭，但最後電影票房失利，佢仲病倒咗，每日腹痛難忍。一開始佢以為只係拍戲太壞，熬下就冇事，但病情一日比一日嚴重。北京最好嘅中醫睇過，西醫睇過，揾得到嘅專家全部請晒，冇一個揾得出病因。藥食咗一劑又一劑，完全唔見起色。佢開始覺得自己或者過唔到呢一關。就喺李連杰最絕望嘅時候，一個朋友嚟探佢，輕描淡寫講咗一句說話：我識一位高人，你不如去試下。嗰個人叫趙群學，當地人叫佢趙阿姨，話佢開咗天眼，可以醫疑難雜症。李連杰半信半疑，但都係去咗。據李連杰後來回憶，當時趙阿姨睇咗佢一眼，冇問診，冇把脈，直接話：你身上有一個淤血壓住你嘅命脈，趴低啦。李連杰呆咗，北京所有醫生問完又查，冇一個講得出佢邊度出事。呢個女人入門第一眼就講中。趙阿姨喺佢背脊按咗幾下，李連杰突然吐出大量淤血，企返起身，好奇怪，身體唔痛咗。李連杰轉頭望住佢，講唔出說話。趙阿姨擺擺手話唔使多謝，然後趙阿姨靜靜講咗一句：你呢一世嘅路仲好長，但有啲彎你繞唔過去，只能硬住頭皮行過去。李連杰唔知佢講緊咩，但佢記住咗呢句說話。由嗰日開始，李連杰叫佢乾媽。多年之後，李連杰喺央視藝術人生節目入邊親口講出趙阿姨嘅故事。節目播出之後，引起軒然大波。上集播完，下集被官方緊急叫停，到而家都冇播出，可以令央視叫停一個節目。你話呢位趙阿姨係普通人嗎？病好咗之後，李連杰開始去香港發展，合約一單接一單，但佢唔知應該揀邊個方向。每一個睇落都似出路，但佢唔確定。李連杰再一次揾趙阿姨請教方向。趙阿姨叫佢攞一張紙，將所有揾佢嘅導演同電影公司全部寫低。李連杰逐個寫低，每一個喺香港都係呼風喚雨嘅人物。據李連杰回憶，趙阿姨低頭睇咗張紙，毫無猶豫喺紙上面圈咗2個名：
嘉禾、徐克，然後佢抬頭講咗一句嘉禾、徐克4部電影，30歲之前你會擁有億萬身家。李連杰望住張紙上面2個紅圈，佢唔知呢2個紅圈日後會令佢站上成個亞洲嘅頂點。1991年，命運果然上門，大導演徐克代表嘉禾電影公司揾上李連杰。徐克、嘉禾被圈住嘅2個名一字不差應驗。黃飛鴻開拍，套戲上映嗰日，成個亞洲都沸騰咗。之後賣座電影一部接一部，李連杰嘅片酬由每日3蚊變成後來每部幾千萬。30歲之前佢果然有億萬身家，但就喺事業最風光嗰幾年，有一個人因為簽咗佢，付出生命嘅代價。嗰陣時演藝圈流傳一句說話，邊個簽到李連杰，邊個就揾到搖錢樹。各大電影公司黑白兩道都想簽低李連杰拍戲賺大錢，最後一個叫蔡子明嘅人簽低咗佢。1992年4月16號早上，蔡子明走出電梯，距離自己公司門口只係幾步遠，2聲槍響，蔡子明跌咗落地，雙手握實拳，身後嘅血慢慢滲出。10分鐘之後，警察到場確認死亡。李連杰得知消息嗰一刻，成個人呆咗，佢即刻申請警方保護，唔敢返屋企，每日有9名警員貼身跟隨。佢後來講咗一句：佢哋要嘅係蛋，我係嗰隻生蛋嘅雞，佢哋唔會傷我。呢句說話佢講得好平靜，但30年過去，當年嘅兇手到而家仍然未落網，但趙阿姨嘅預言仲未講完。佢話李連杰有啲彎搖唔過去，只能行過去。嗰啲彎，第一個就藏喺一個女人身上。當年拍少林寺嘅時候，李連杰喺片場嚴重受傷，瞓喺病床，唔知自己仲企唔企得返起。嗰段日子，有個人每日推開病房門入來，嗰個人叫黃秋燕，係李連杰嘅師姐。李連杰傷重嗰陣，黃秋燕每日幫佢抹身、餵飯、換藥，從來冇問過半分報酬。台灣、香港老一輩有個詞叫糟糠之妻，意思係陪你捱過最難關，喺你一無所有嘅時候，從來唔諗住離開。呢份情唔係用錢衡量。但李連杰後來親口承認，當年娶黃秋燕唔只係因為呢份情，背後仲藏住一個秘密。趙阿姨同李連杰講過，你身邊嗰個師姐黃秋燕，佢有旺夫相，你而家事業啱啱起步，早婚對你有利。李連杰聽完，再諗起趙阿姨幫佢圈出徐克同嘉禾嗰次，佢深信趙阿姨講嘅說話。後來李連杰真係娶咗黃秋燕，當時冇婚宴冇儀式，草草登記，連已婚呢件事都冇公開。黃秋燕以為係真愛，但佢唔知李連杰心入面掛住趙阿姨嗰句說話。1988年，李連杰決定去美國闖一闖，黃秋燕帶住7個月身孕，二話不說執拾行李跟佢漂洋過海。黃秋燕放棄自己嘅演藝事業，推晒所有電影邀約，一心一意跟住佢走。美國嘅日子比想象中難捱，佢哋住喺洛杉磯嘅一間細公寓。李連杰四處碰壁，揾唔到出路。黃秋燕從來冇半句怨言。台灣民間有句老說話：發妻不可棄，棄之則福壽散。陪你捱苦嘅人，你嘅命盤同佢早已經連埋一齊。但李連杰心入面仲藏住另一個秘密，就係當年趙阿姨同佢講嘅下半句。趙阿姨話：你呢段婚姻得3年，3年之後你會遇到一個女人，皮膚好白，唔係外國人，嗰個先係你真正另一半。李連杰多咗佢問：咁我可唔可以跳過第一段，直接等嗰個人？趙阿姨搖頭：唔得，呢係你命中注定要行嘅路，避唔開，繞唔過，只能行過去。李連杰沉默咗。佢娶咗黃秋燕，但當時黃秋燕唔知呢段對話，亦都唔知呢段婚姻早已注定得3年。1989年，李連杰返香港拍《龍在天涯》，就喺套戲片場，佢遇見一個女人，佢就係嚟自亞洲小姐冠軍，香港影壇數一數二嘅大美人，皮膚好白，唔係外國人。趙阿姨講嗰個人果然出現咗。李連杰後來講：我見佢第一眼，血管入面嘅血都滾熱，我從來冇感受過呢種感覺。我可以為佢死，可以唔要名，唔要利，可以斷晒所有前程。
嗰陣，黃秋燕啱啱喺美國生咗佢哋第二個女兒。李連杰企喺香港片場血脈沸騰，黃秋燕就喺洛杉磯嘅細公寓抱住啱出世嘅細路等佢返來，兩個世界同時存在。1991年，李連杰同黃秋燕離婚，李連杰將所有財產留俾黃秋燕，洛杉磯嘅屋、北京嘅物業、名車全部剩低，自己一蚊都冇帶走。兩個女兒嘅撫養費同教育費，佢定時俾，從唔拖欠。按理講，佢已經做到一個男人離婚之後可以做嘅事，但黃秋燕一個人喺美國，語言唔通，冇工作，冇收入，屋企貸款佢還唔起，被銀行收回。最艱難嗰陣，佢住咗去一位老婆婆嘅地下室，錢李連杰俾咗，但好多嘢錢買唔返。佛家有句說話，菩薩為因，眾生為果。菩薩在意種落咩因，眾生在意承受咩果。李連杰知道呢段婚姻得3年，佢知道果，但佢都種低咗嗰個因。離婚之後嘅黃秋燕喺美國實在撐唔住佢，將兩個女送返北京，交俾李連杰嘅媽媽照顧。嗰幾年，李連杰忙住拍戲，一年最多返北京1-2次。學校嘅家長會都係叔叔姑姑帶佢哋去。大女叫李詩，細女叫李台蜜，就咁樣喺媽媽屋企大。1999年，李連杰高調迎娶李治，媒體鋪天蓋地報道，形容係童話婚禮，紅地宮、鑽石皇冠、賓客雲集。嗰一年李詩11歲，佢唔係由爸爸口中知道呢件事，佢係喺電視度睇到。佢一個人坐喺媽媽屋企客廳，望住飛幕上面嘅爸爸，對鏡頭講：我見李治第一眼，願意為佢付出生命。嗰一刻，李詩明白，唔係自己唔乖，而係爸爸愛上咗第二個女人。就喺同年，李治懷孕，李連杰為咗陪帶住肚嘅李治，推咗李安導演嘅邀請，套戲叫做《臥虎藏龍》，後來攞奧斯卡，轟動全世界。李連杰話佢唔後悔，可以陪喺李治身邊，比任何獎項都重要。李治個女出世嗰日，走廊有喇嘛等候點香吹海螺號 ，BB 一出世就收到祝福。新呢年李連杰嘅媽媽過身，李詩最親嘅媽媽永遠離開咗佢。當年李詩先12歲，由3歲開始，媽媽就係佢嘅全部。爸爸唔喺身邊，媽媽喺美國。葬禮嗰日，李詩企喺靈堂前面喊到暈低細妹，李台蜜都喊，兩個女仔喺大人都靠唔住嘅世界入面，剩低彼此。嗰日爸爸唔喺。3年之後，李治生咗第二個女，呢係李連杰第4個女。2段婚姻，4個女，一個仔都冇。咁李連杰點解注定今生無子？你有冇發現一個規律？香港4大天王劉德華、張學友、黎明、郭富城，企喺成個華語娛樂圈頂點，佢哋都有呢個共通點，冇一個有仔。已經話太極必否，物極必反，一個人企到最高位，命盤入面必然有一個位置空咗，俾你最圓滿嘅成就，就會喺某處留一個缺口。4大天王得到成個亞洲嘅掌聲，幾代人嘅喜愛，旁人一世都追唔到嘅名同利，嗰個缺口就係仔，就係香火。呢係第一個規律，企得越高，缺口越深。當然呢個唔係絕對，凡事有例外，但只係命運有因之一。但仲有第二個同樣殘酷嘅規律，你記唔記得鄭少秋秋官楚留香嗰個令成個華人世界女人傾心嘅男人？沈殿霞為咗佢放棄如日中天嘅事業，用盡全力去愛鄭少秋。之後鄭少秋愛上其他人，拋棄糟糠之妻。鄭少秋呢一世3段婚姻，4個女1個仔都冇。民間有句老說話：糟糠之妻不可棄。拋棄糟糠之妻嘅男人，命盤多數會喺香火度留缺口，呢係第二個命運誘因。2個誘因同時落喺李連杰身上，2段婚姻4次嘗試，上天俾咗佢4個女，1個仔都唔會有。喺中國幾千年傳統觀念入面，一個男人最大嘅心願就係令阿媽抱孫仔，延續家族香火。李連杰2歲冇咗老豆，阿媽一個人捱大5個細路。嗰個年代幾咁艱苦，外人好難想象。李連杰細個就立定心願，等自己出息咗，一定要令阿媽過好日子，一定要令阿媽抱到孫。
前一半佢做到，後一半上天冇俾佢。有一次，細女笑住同佢講，拜4次係你嘅錯，唔係太太嘅事。李連杰哈哈大笑，但笑聲入面藏住啲咩，只有佢自己知。你話呢係天意定係因果？李連杰因為執念追求心儀嘅女人，放棄前妻。但一個人要真正放下執念，往往要死神親自上門敲門，先會諗明白呢一世先至係最重要。呢個機會好快就到。呢4年聖誕，李連杰本來計劃帶全家去泰國普吉島度假，臨時改行程去馬爾代夫。12月26號朝早，李連杰帶住利智同2個女行去海邊，大女4歲，細女先1歲，隔籬仲有傭人。呢幾年佢覺得一切步入正軌，事業家庭都好好。突然佢發覺唔對路，身邊嘅桌椅被水流推翻，佢仲未反應過嚟，海水已經浸到膝頭。佢以為只係漲潮，水位好快去到腰。佢開始走，海水跟住超過胸口，佢走唔喐。李連杰見到一條柱，死命攬實，任由海水係身邊急，佢腳俾漂浮嘅家伙不斷撞擊，佢咬實牙唔肯鬆手。佢抱起大女，大聲叫傭人抱實細女，跟住一個大浪捲過嚟，傭人同細女被沖走6、7米，就喺佢眼前，佢伸手都唔到，只可以眼白白睇住細女消失喺水入面。幸好之前有幾位酒店職員行過嚟，想同李連杰影相，呢陣時被海水沖埋過嚟。酒店職員將傭人同細女拉返埋，暫時避過被捲出海中心嘅危險。但海水繼續漲，浸到佢條頸，浸到佢嘴邊。佢回憶話，佢心入面默念觀世音菩薩。唔知等咗幾耐，下一浪冇再嚟，海水停低，眾人先至艱難行返去酒店。之後佢回頭望海灘，之前優美嘅度假村，而家一片狼藉。海嘯發生嗰陣，利智唔喺海邊，佢哋徹底失散，揾唔到人，通訊全部中斷。佢唔知丈夫同細路生定死。酒店大堂雪櫃被海水沖出外面，沙發倒晒，周圍都係受傷嘅人，所有人面都噴實，冇人知下一浪幾時嚟。當日新聞已經報道，李連杰喺海嘯失蹤，好彩最後揾返利智一家人團聚。後來佢哋先知臨時改行程去馬爾代夫，救晒所有人嘅命。嗰一年，普吉島係海嘯重災區，佢哋避開咗風眼。李連杰喺海灘坐咗好耐，唔講嘢。海水再高50公分，佢哋可能冇命。嗰個令全亞洲男仔模仿佢行路姿勢嘅功夫皇帝，喺大自然面前咩都唔係。佢開始問自己呢一世仲差啲咩？佢諗起幾十年見過好多災難，每次人哋捐完錢3個月之後就唔記得，然後等下一場災難再捐錢再忘記。佢話我要打破呢個循環。2007年佢創立一基金，一個人1個月1蚊。佢話你同我講，你連1蚊都冇，唔出錢又唔出力，只識鬧，點樣改變到啲咩？一基金到而家累計善款大約50億人民幣，幫助超過3000萬受災人士，連續14年資訊公開，透明度滿分。趙阿姨當年預言咗佢嘅財富，預言咗佢嘅婚姻，預言咗佢嘅分期，但有一樣嘢佢冇預言到，佢冇預言到呢個男人呢一世揾到嘅所有財富。最後佢1蚊都唔想留俾自己，或者佢見到只係唔講，但天道嘅賬從來唔會單方面計。25年8月，李連杰因為頸部良性腫瘤做手術，就係嗰幾年被甲亢折磨，睇落似80歲老翁嘅李連杰。手術唔耐，佢出現喺影片入邊，頭髮烏黑，精神飽滿，跳舞節奏好好，完全唔似一個啱做完手術60幾歲嘅老人家。呢個反差令網民熱議，討論慢慢變成謠言，謠言慢慢被人當成事實。有人話李連杰換咗心臟，換嘅係一個20幾歲少林武生嘅心臟，嗰個武生啱啱因為車禍過身。有人將2個人行路嘅片擺埋一齊比較，話你睇步伐、重心、姿勢幾乎一樣。謠言越傳越離奇，
有人話佢換咗年輕人嘅血，有人話佢打幹細胞，仲有難聽嘅話傳上熱搜榜首。然而5年11月，李連杰做咗一件事，佢喺自己泳池邊除低上衣，對住鏡頭，等全世界睇清楚，佢胸口平滑，冇任何手術痕跡。之後佢接受媒體訪問，直接講：我心臟冇病，使鬼換心臟。佢話風一轉，換人類心臟想象力太細，點解唔諗換華為心臟、小米肝、特斯拉神？全場笑晒，但佢跟住講嘅說話令現場靜咗落來。但話一個無辜20幾歲年輕武生，對方屋企人見到會點諗？咁樣對逝者唔道德。嗰個年輕武生都係人哋個仔。李連杰講呢句說話嘅時候冇笑，識佢嘅人都明白呢個人早就睇透名利。但要真正了解李連杰，唔好淨係睇謠言，要翻去1908年汶川大地震嗰一年，李連杰做咗一個決定，令成個演藝圈震驚。佢宣布嗰一年息影，唔係冇戲拍。嗰年佢手上有幾部電影等住開拍，以佢當時嘅片酬，投名狀令佢攞1億人民幣，係劉德華加金城武總片酬3倍以上。呢幾部戲佢全部推咗，外界估計呢個決定令佢最少損失1億人民幣。李連杰完全唔在意，佢講咗一句：今年工作重點淨係慈善2個字。佢親自帶住1基金職員，帶住物資，第一時間趕去災區。後來記者柴靜訪問佢，發覺佢為咗慈善嘅事，瘦到頭髮都白晒。嗰個銀幕上面打遍天下嘅男人坐喺度，頭髮花白，眼神疲憊，但話我知呢啲唔夠，我仲要繼續做。1基金嘅善款同影響力維持到今日。年26年62歲嘅李連杰又做咗一件令所有人震驚嘅決定，零片酬出演一部冒險短劇。身價20億港紙嘅人唔收人工，網民問佢咁做值唔值得？佢話我最大嘅夢想係令年輕一代明白武術嘅精神，值唔值得唔係用錢計。佢早已經宣布100年之後所有財產全數捐出，1蚊都唔留俾仔女。但佢亦都親口講過，我呢一世犯咗好多錯，做咗好多唔應該做嘅事，我而家要申罪。佢冇講係咩錯。各位，你話佢呢一世到底欠咗啲咩？趙阿姨講過一句說話，但有一樣嘢係你自己種落，我攔唔住。幾十年過去，嗰樣嘢到底係咩？佛家話：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這事；欲知來世果，今生作這事。因果從來唔係隨機，係精準。你種咗咩因，就會由嗰個地方返嚟揾你。李連杰呢一世種低幾個因果，亦都由幾個地方承擔返。佢遇見利智，話願意為佢死，願意唔要名唔要利，願意付出一切，佢做到咗。利智投資失利，欠幾千萬港紙債，佢搏命接氣幫佢還清。佢將20億身家全數交俾利智管理，自己身上唔帶銀包，唔帶信用卡。30年如一日，佢用身體換咗愛情嘅果。甲狀腺亢進令佢60出頭變成彎腰，雙眼突出，滿頭白髮，睇落似80歲老翁。嗰雙曾經踢碎磚牆嘅手，而家只可以打太極45分鐘，成身大汗，幾百億新台幣身家，全世界頂尖醫療資源，睇咗好多年都唔徹底好。佢用身體換咗自己想要嘅，天道就令佢用身體償還。呢唔係懲罰，係等價交換。仲有一條更加沉重，佢知道嗰段婚姻得3年。趙阿姨話後面有個皮膚好白嘅真名天女等緊佢。佢問可唔可以跳過第一段，大師話唔得。佢娶咗黃秋燕，但佢知道終究要離開。黃秋燕唔知帶住土跟佢去美國，以為係一輩子。佢用黃秋燕嘅糟糠之情換來自己事業高峰，天道令佢喺香火上面還呢筆債。但最沉重嗰一條仲未講完，佢銀幕上面係英雄搶惡揚善，救萬民於水火。黃飛鴻、霍元甲一個有一個正氣凜然，但銀幕之外佢缺席咗2個女最需要佢嘅歲月。那麼過身嗰日，爸爸唔喺。李斯11歲，由電視知道父母離婚，佢識佛法，識慈悲，識無常，識放下，修行多年，以為自己開悟。但嗰呢，自己個女坐喺佢面前，好平靜咁講：
爸爸，你以為修行多年就冇驕傲？你都係好自我中心。佢征服全世界，但征服唔到自己。女講出呢句說話，佢銀幕救過無數人，但救唔返兩個女童年入面嗰份等待。佢係英雄，但喺捉唔到嘅地方，佢係唔成功嘅爸爸。呢三條因果線各有各嘅賬，公亦都真實。汶川嗰年推咗最少1億人民幣片酬，宣布息影，親自趕去災區。佢為慈善籌到白頭，一基金幫助3000萬人。佢宣布100年之後所有財產捐出，唔留俾仔女。公係公，業係業，各算各，天道唔會混淆。易經乾卦講：亢龍有悔，知進而不知退，知得而不知始。飛得最高嘅龍，最容易唔記得地面仲喺下面。李連杰識征服世界，佢用咗後半生先慢慢學識守護身邊最親嘅人。趙阿姨話有一樣嘢我攔唔住嘅係一個人嘅選擇。因果從來唔攔你嘅選擇，只會將你選擇嘅結果一分不少精準咁還返俾你。各位，從來冇人攔你嘅選擇，只會將你選擇嘅結果一分不少精準咁還返俾你。李連杰呢一世行到邊度，已經有一卦叫做機濟卦。機濟係已經渡過河，萬事俱備，陰陽各歸其位，睇落係最圓滿嘅狀態，但已經喺機濟卦最後講咗一句令人心寒嘅說話：初吉中亂。一開始係吉祥，但去到終點反而係混亂嘅開始。點解？因為一個人去到機濟嘅狀態，多數會鬆懈，以為已經度過，以為一切安好可以停低。但人生從來冇真正嘅機濟。你以為到渡過咗河，佢仲喺嗰度。李連杰20歲憑少林寺一炮而紅，30歲憑黃飛鴻征服成個亞洲，40歲喺荷里活，史泰龍都要尊重佢。佢去到人生機濟之境，以為自己渡過咗，但條河仲喺度。條河叫做情債，叫做缺席，叫做佢一直知但一直做唔到嘅事。已經誓詞話：善不積不足以成名，惡不積不足以滅身。一個人嘅功德唔係一日總成，一個人嘅業亦都唔係一日累積，係每一個選擇，每一個朝早，一點一點疊加。佢每一次選擇唔去家長會係一個因，每一次選擇拍戲而唔陪女係一個因，每一次喺佛法揾答案卻唔去女身邊揾問題係一個因。呢啲因冇一個係大奸大惡，正正係最可怕。大奸大惡嘅人會警覺，但呢啲細碎日常，我以為我做得夠好嘅選擇，不知不覺堆成一座山。各位，你有冇諗過，你呢一世欠咗邊個人一句說話未講出口？唔係大事，只係一直擺喺心入面，諗住遲啲先講嘅說話。時間唔等人。李連杰後來講咗一句：我呢一世犯咗好多錯，做咗好多唔應該做嘅事，我而家要送罪。呢句說話佢講得好平靜，但你有冇諗過，一個人講出我要送罪4個字，佢行咗幾長嘅路先可以講得咁平靜。佢用咗20年修行、慈善、陪伴、放下，一點一點償還欠下嘅債。易經話：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為。一個人真正嘅成長，唔係不斷加嘢，而係不斷減嘢。揀走執念，揀走驕傲，揀走嗰個我以為我已經明白嘅自以為是。李連杰用咗成個後半生，先慢慢減走多餘嘅嘢。佢仲未減晒，冇人可以完全減晒，但佢喺做呢樣就夠。各位，我哋睇完李連杰呢一世，佢有功有過，有情債，有覺悟。佢唔係壞人，佢係普通人，用成生嘅時間慢慢明白，先至係最重要。佛家話：菩薩為因，眾生為果。菩薩喺種因之前已經知道果，所以謹慎，唔會隨便種惡因。但我哋係眾生，多數人等到果到先識驚，所以由今日起，種好嘅因唔係驚個果，而係你身邊嘅人值得你種一個好嘅因。唔係錢，佢話100年之後全數捐出；唔係名，佢話你算老幾，你咩都唔係；唔係身體，佢話硬件壞咗，返廠維修下。低低地係佢曾經虧欠過嘅人，同埋嗰啲人選擇用咩方式回應呢份虧欠。捱2、5年，
莉絲結婚，30年前嗰個由電視知道父母離婚嘅女仔，30年之後邀請爸爸出席婚禮，爸爸送咗架車俾佢，笑住話希望佢早啲搵人一齊去兜風。嗰日冇人提起舊事，唔係唔記得，係放下咗。細妹李台密做咗眼科醫生，佢叫爸爸坐喺診療椅上面，乖乖配合檢查。李連杰喺網上面寫到，2個女講嘅說話都要聽㗎，就咁輕描淡寫一句，但識呢個故事嘅人睇到呢句，心會停一下。嗰個曾經住地下室大嘅細路，而家幫爸爸檢查眼睛，仲有細女。有一次冥想堂，老師叫大家講心入面愛嘅人，佢講嘅係爸爸，佢話希望更加愛爸爸，更加了解爸爸。李連杰聽到之後話，呢種情節以前只會喺我演嘅電影入面出現，一個銀幕演咗一世英雄嘅男人，呢一世最感動嘅瞬間唔係片場，唔係頒獎台，而係聽到個女話希望更加愛自己。各位，呢3個女童年都有一個缺口。嗰個缺口係爸爸留低，但佢哋長大之後冇選擇怨恨，佢哋選擇咗原諒。因果去到最後，唔止係懲罰佢，亦都可以係原諒。趙阿姨話有一樣嘢我攬唔住，嗰樣嘢唔係病，唔係無子，唔係命盤寫死嘅嘢，佢攬唔住嘅係人心，係嗰啲曾經被虧欠嘅人點樣回應呢份虧欠。呢一點冇任何高人可以預測，亦都冇辦法替佢攬住。李連杰話佢嘅遺願係唔立碑，唔搞喪禮，樹葬、海葬都冇所謂。儀式係做俾活人睇，佢更加在意慎重講到說話，想講嘅全部講清楚。一個人用盡一生放下，最後唔放得低嘅往往唔係功名，唔係財富，而係嗰啲佢曾經虧欠過嘅人，到底原唔原諒佢？你身邊有冇呢啲人？或者你自己有冇一句說話仲未嚟得切講？如果今日呢集令你有所觸動，麻煩留言區打4個字，因果不虛，等更多人睇到呢個故事，亦都令更多人記得善待身邊嘅人，就係善待自己晚年。我哋下集再見。